刚得错字的爱，咱家怎么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伫拄则印红长老带咱伫敬拜赞美的中间，最后一首的圣诗412首。印红长老问咱一句话讲：你有享受？你有享受无？你有享受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吗？咱敢有真正伫这个信仰中间享受做上帝的囝儿？享受这个是真重要，敢是？享受是一个快乐，享受是一个期待，享受嘛是伫咱一生中间上帝所享受的稳定。我对少年到今仔日徛伫咱的讲台，毋知偌济摆我袂记啊。但是我会记得每一摆我少年徛伫即个讲台顶悬，我拢紧张，搁再紧张。但是我到愈来愈感觉讲，我会当徛伫恁的面前，毋是年纪无偌久啦，是因为我感觉会当徛伫恁的面前来甲恁分享圣经，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代志。会当甲恁分享上帝的话，是非常快乐的代志。因为我也未甲恁分享这圣经的话进前，其实我已经快乐几礼拜。每一礼拜我咧准备圣经的过程，其实是我一句一句愈来愈深，对一个故事，对一句话，对圣经，会当到入捌上帝话，迄种无限的智慧甲丰富伫咱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信无上帝话，兄弟姊妹，咱伫伊的听的内底，会当担着主稳定的滋味。我要用拄则英雄长老甲咱问的迄个问题。也即你敢有担着上帝稳定的滋味？你敢有感觉讲做基督徒实在好得无比？若假使你也未完全感觉讲真正真享受，愿主将即种的福气放伫你的嘴唇，放伫你的心，放伫你的思想，对今仔日到永远，哪来哪享受？咱为着当享受上帝主稳定的滋味，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主，你互少年囡仔，伊伫真细汉的时阵就互上帝你的听充满，因对心内就安尼选择讲：我要对上帝到永远。求主祝福阮在座兄弟姊妹，互阮伫每一摆做礼拜，拢真做一个享受。伫礼拜的时刻，阮享受上帝你话语的智慧。阮享受着圣神充满的满足，阮享受着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踮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通领受上帝你甲阮三甲之地以马内利的平安，甲以马内利的欢喜。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我甲咱分享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大概伫第5世纪一个足出名的这个神父，伊的名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伊写一本册叫做《爱的次序》。人伫一生中间若要幸福，你要爱对的东西。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人，对吧？意思就是讲，咱若选择了唔对，伫咱的人生中间，就因为咱的选择，咱就无一定会当幸福。奥古斯丁伫即个伊迄本，咱伫一生中间，咱选择三听，咱选择听即个世间的所有的事物，伫迄个听的过程顶悬，有讲真要紧，就是优先次序。伫咱的人生中间，你的选择，那将唔对的放伫上顶悬。安尼，咱的人生就一切拢枉然。但是你若将迄个上价值的物件，甲放伫上顶悬，就你的哪来，你的选择会影响你，才就哪有影响咱的人。所以有一句话，牧师常常捌甲恁分享讲：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这不是狂妄，这嘛不是贪心，
其实咱来到这个世间，一生只有一摆，无回头路。少年到年老100年久，但是咱敢有享受到咱的人生？咱敢会当真正肯定讲好得无比，我一生无怨无悔？所听的弟兄姊妹，其实毋是甲咱来对错，有真侪信仰的前辈，因拢安尼咧安尼甲上帝讨。主啊，毋是上好的，我无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伫我一生的中间，因为这个信仰，互我有智慧通选择伫我一生中间上有价值的事。咱袂当诚做真有智慧的人，但是咱会当教育出来将来真有智慧的子孙。恁敢有这种的期待？咱少年到今仔日，有时实在背，有时是因为咱的过去无注意伫咱所受的训练。但是咱会当期待讲，后来咱的子儿孙比咱伫咧一生中间选的更较有价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牧师的分享。牧师今仔日的分享是因为我读一寡资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Tim Keller， 这个人伫牧师6月底的讲道片讲分别做成，迄个讲道中间牧师有甲恁分享到这个人。其实我熟悉这个人，毋是到最近才熟悉伊。真臭土感，伫2024年，我有一个习惯，我会问家己一句话讲：伫这个世间真有影响咱的讲道者是啥物人？伫这个世间真有影响咱的讲道者是啥物人？我知影伫英语的世界有一种的传统，就是伫英语的世界中间，因捌讲伫20世纪，伫100年的中间，上有影响咱的讲道者是啥物人？因就甲票选，甲留做一个对后代神学生甲后来的牧师的一个鼓励。我伫这个较安定伫咱倒来到伫咱的教会伫专心伫牧会过程最后的这段时间的时上帝，我真大福气，就是我会当真侪时间通读册，嘛有真侪时间通问我想要爱问的问题。伫这个疫情的过程中，我问一个问题，讲伫英语的世界内底，21世纪这段时间有啥物人是上有影响咱的讲道者？我竟然发现讲，伫美国的教会、英国的教会、英语的世界内底有一种排行榜，叫做最棒的讲道者。伊有排行讲前10名、前100名这种的排行榜。我甲恁分享的今仔日这句话。就是我伫这个排行榜中间，这个 Tim Keller 这个牧师，我读到伊的著作，这个著作有中文版。2024年我看到伊的名伫排行榜，我毋捌伊，所以我对这个人并无搁继续真深去了解伊到底是一个心中思想的人。但是最近因为伊的册，甲伊所讲的真侪的信息，真有影响咱，包括影响我。所以我哪来哪爱读伊的册，我发现伊有几本册拢足特别的，所以我改变来读，伫咧读的过程，我才知影讲，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回头咧整理我过去的笔记本，我才知影讲，原来我甲伊伫120，我伫足早我就认捌这个人但是我较无真正深深来得到伊的讲道的帮助。所以弟姊妹，伊今仔日我甲咱分享的讲道内底，伊就是讲，盼望所有的基督徒是享受基督徒的活命，毋是一个形式上的，毋是一个形式上的做礼拜基督徒。弟姊妹，你有同意吗？咱若要做基督徒，咱爱真正做一个享受信仰的基督徒，毋是形式上的基督徒。一间教会最大的责任，毋是存在一个教会的制度。嘛毋是敢若教会即个教派，伊最大的存在就是，互人一入去的时阵，伊就感受，迄个所在是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讲袂出来，看袂到，但是伊伫生命中间，伊感觉心中有去互摸到迄种的感觉。福音的本质本身，就是互人对这个世界来倒来到上帝的面前。伊伫一本册中间，这本册册名足特别的。等一下，我会甲咱分享到这本册。伊特别用今仔日的圣经，耶稣讲毋通听这个世间，因为恁若愈听这个世间，听上帝的心就无踮伫恁的内底。
所以这句话自古以来真深，但是无真侪人了解伊的意思。这叫做爱的优先次序啦。在咱的生命中间的价值选项有排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咱人生第一重要是什么？这个牧师写一本册叫做《山寨的福音》，意思讲21世纪真侪山寨王啦，不是真正王，都是遐土匪，爱用真侪错误的道理来引诱人做伊的奴才。咱一句俗语讲，都爱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做情绪的，不要让情绪做你的主人。您同意吗？但是简单吗？要做情绪的主人，敢有遐尼简单？其实咱反而咱会感觉讲，咱常常互情绪干扰，有无？情绪反倒当做咱的主人。相对钱嘛是安尼，有真侪人会晓趁钱，但是伊无一定是钱真正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伊无拄真会晓用钱的价值，所以咱就要做钱的主人，唔当互钱做咱主人。爱互情绪，咱做情绪的主人，唔通互情绪做咱的主人。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咧，甲咱讲：你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今仔日有一个主题，一个听上帝的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上帝嘛听伊。所以今仔日咧，甲咱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咱若将上帝摆伫你生命中间第一重要的地位。咱才会当真正享受上帝伫咱人生中间伊奇妙的安排甲作为。我今仔日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听到耶稣所讲的话。其实耶稣咧讲，唔通听这世间，因为听这世间，上帝的心就无踮伫你的内底，因为咱的心就无空间通留互上帝的听。这句话听起来足奇怪。我若莫听这个世间，敢是要叫我去出家吃菜嘛？对不？咱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无属这个世间。耶稣讲的道理，常常用天甲地来比拼，内心甲世界来比拼。愿天父上帝圣神特别讲解说互咱听。耶稣伊所做最奇妙的代志，就是用伊十字架的听，互世间人真捌上帝。所以福音最重要的目的，是互人听未了解，但是确实受到这个福音的影响，人真捌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听我？我何德何能，会当互你称作宝贝的囝子？兄弟姊妹，较侪钱，咱就买袂着上帝的听。较好野的人，心内若无愿意互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甲伊做伴，钱买袂着入场券，钱买袂着这个入场券。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通过这个 Tim Keller 这个牧师，我读伊几本册名，我真希望我最近会当继续来读伊这个册。我先对伊的书评啦，因为有一种叫做你还没读一本册之前，你会通读人读过的人，伊咧讲这本册到底咧讲什么话？这个牧师是一个真有反省能力的人，伊的牧会的态度，甲伊咧讲经的方式，甲伊咧甲人辩论的，其实唔是辩论，是一种的交谈的过程顶悬。伊互福音诚做一个真温柔，伊互福音诚做一个唔是勉强，是一个邀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圣神邀请咱，圣神邀请咱来享受伊。甲咱陪伴伫人生中间最大福气。牧师甲咱介绍前回有介绍另外一本册，这本册叫做山寨版的福音。听这本册的中文的册名，你会感觉真霸气。较有这种叫做山寨版。山寨版的意思就是啥？就是假嘛。意思就讲这个世间有真多不是真实的货真价实的福音。包括有的教会所咧讲的信息，嘛无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福音。伫这个世间中间嘛有真侪道理，听真是有理，但是无一定有理。但这本册真正册名有一个副题啦，伊的副题更加重要。伊讲伫这个世间有真侪真虚假的福音，
比如讲，有的人讲，你若趁大钱，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伫这本册中间，伊讲虚假的婚姻有3项：第一就是情欲，第二就是金钱，第三就是权力。人伫这世间咧追求，其实无超出这3项。真正，世间人伫世间咧追求，一生中间无超出这3项。情欲，情欲若用了好，有幸福的婚姻；情欲若用了无好，人的人生就乱糟糟，永远未满足。钱咧，真侪人有趁钱，但是做钱奴才。但是有的人并无趁真侪钱，但是伊的钱来用了真有价值，伊嘛感觉真有意义。虽然伊检查真平凡，但是伊真快乐。第三，伊讲真侪人伫这个世间拢爱追求迄个名声地位，名声地位甲社会地位，一旦退休，啥物拢毋是啦，对无？无论你是做教授，无论你做大官，那一旦你退休，你落来就是一个退休者。兄弟姊妹，咱伫一生中间有真侪虚假的福音。这个牧师伫这本册内底，伊带咱、带咱、要求咱来反省。这3个主题中间，伊伫其中中间讲，人伫世间中间有时为什么袂当快乐？常常因为伊其中讲到一个理由，讲将次要的当作最重要的，当虚假的当作真的，将无重要的当作极其重要，斤斤计较。但是伫世间中间斤斤计较的，你到有一日你才发现讲，你的计较原来是对你的一生一点仔价值都无的物件。兄弟姊妹，伊其实伊是一个真爱读册的人。所以当伊咧讲这道理的过程中间，伊讲到一个人，牧师拄则甲咱讲奥古斯丁。今仔这个题目就是对伊甲奥古斯丁的这个册的内底的读书心得。所以，通过奥古斯丁咧讲起，一个会晓听上帝的人，伊才会晓听这个世间；一个会晓听上帝的人，伊才知影伊要安怎听家己；一个会晓听上帝的人，伊才知影伊要安怎会晓真适当来听这个世间，包括伊的家庭，包括伊的丈夫，包括伊的太太。所以，迄本册的名叫做《爱的次序》，爱的优先次序，而且爱是一个循环。它必须要很正常的一个循环，不是卡掉的、拍架的。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兄弟姊妹，求圣神对咱讲话，不要将次要的价值当作绝对的价值。伊讲山寨的上帝、山寨的福音、山寨的国王，其实也讲人活伫这个世间常常拜偶像。伊咧讲的偶像，毋是庙里的神像，毋是。伊咧讲的偶像，就是讲将一个无重要的价值观，甲伊当作你人生中间足绝对的价值观。咱咧教囡仔，咱回想咱安怎教咱的囡仔，认真读册，将来你就会成功，是毋是？简单来讲是安尼。真侪时阵，咱感觉咱毋是咧发现咱的囡仔，上帝藏什么种文数？伫这个囡仔的内心，伊的兴趣啊，伊的温数，咱拢用一般的社会方式咧想讲，伊若考会好的成绩，而且我都入好的学校，伊若入好的学校，伊将来个减轻迄个安那竞争的这个路，无毋对。某一个程度来讲，认真读册将来会有较好的出发点，但是迄毋是绝对的价值。一个真正的人生会当幸福的人，无一定是上学读册的人。有可能当过一个真简单，但是脚踏实地，无跨入。人甲人中间真分享相听的。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通食足浅的故事，但是咱嘛会当想足深的福音的话，成就咱生命智慧甲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我一路行来，嘛用足这时间。我少年的时候有真侪话，其实我嘛读无，但是慢慢，我才发现讲，时若到，心若有，谦卑顺服，
咱就听有上帝的话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讲，咱在咱的人生中间，这句话对咱的帮助。好东西不能当作你生命当中绝对的选择，这是英语的讲法。英语讲 good things ultimate things， 就是讲绝对的代志。在你的生命中间，唔通让你感觉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觉得好，它不是一定是好的。拄则牧师有讲到3项的分享，其实这不是牧师家己想到的代志。我伫新人院时，老师就甲我讲，做牧师做传教，只有3个禁区：钱袂使贪，色情情欲爱世事。第3，做人唔通看悬无看低。这个世间真侪拢是这3项跋倒，敢是？为着要做大官，为着要赚大钱，为着要伫这世间用车花、宴乐，真侪人沉沦。这是自古以来人性3项伫人的价值观念中间。较简单来讲，唔通互情绪做你的主人，你就要做学习，怎样会当安静你的心，控制你的思想，做你情绪的主人。唔通互钱做咱的主人，爱真侪钱的主人。钱若用了好，就亲像话讲了对。所以箴言内底有一句话叫做：一句话如果说得得体，就好像什么？哇，你拢出师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盘子上。咱教会拜六暗的这个阶段，过来这期的查经，就是要查考箴言。你若想要甲牧师做伙读，要甲大家做伙读，恁会当上线来读来听。这回咱要读箴言。箴言讲，这句话若讲了好，就亲像一个金苹果放到一个盘，真贵气，阁好看。钱若用了好，钱就唔是干那钱，1块、100、10000，拢真侪，相当10倍、100倍的价值。情绪嘛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智慧的基督徒，做一个互圣神帮助的基督徒。独独只有圣神伫咱的内面帮助，咱才有法度做咱的情绪的主人。独独只有圣神伫咱的内面，咱才有当成做有智慧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错字的爱意思就是讲，你将次要的爱、情欲当作是个绝对的价值。所以有真侪人伫这个所在跋倒，屡试不爽。兄弟姊妹，我咱伫一生的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圣经讲得足好，诗篇16篇第40的第1句话，伊讲用别的上帝代替耶和华的，因的忧苦免拿给天。恁就当去读英文版，英文版的第1句讲 ，the sorrows， 就是说，伊所有的忧愁，人若这个爱的次序若无健康，用什么代替上帝？不是用宗教。其实这句话咱真容易一个就想，就是讲，若去拜拜，就是离开上帝，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免拿给天。咱真简单地安尼解说这句的圣经，对无？但是真正伫旧约的圣经，伊咧讲，这个拜偶像，不是干那讲安尼尔。你若用奢华宴乐，你若用你的人生中间的骄傲，将这个代志当作伫你一生中间的绝对。将上帝请伫一边，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咱若将上帝请伫一边，伫咱的一生中间就无啥物唔敢做，咱的一生就会拄到真侪的坎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不要爱错了。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助。牧师有用咱的俗语讲：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人。倒变过来嘛准啊！女怕选错行。男怕嫁错了，娶错娘，咱莫计较讲这个性别的次序的问题。人生中间选择是一个真要紧的智慧，选择嘛是一个真要紧的能力。求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选择讲：主啊，你是我一生中间唯一的主，伫你的手中，我才有满足的喜乐。箴言拄则讲，用别的上帝代替耶和华的，其实伊最后。上水，因为诗篇16篇，互人叫做大卫的金诗，
就是亲像黄金迄般的价值的诗。伊讲最后我的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宁徛起，我要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气。兄弟姊妹，人的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不过是幸福两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一开始借用英宏长老带咱敬拜赞美时，伊问咱讲：咱敢有享受？兄弟姊妹，唔免骗别人。你敢已经有享受到上帝将甘甜的生命放伫你的嘴？兄弟姊妹，对以后开始，咱甲存讲，主我要让你大大开嘴。兄弟姊妹，咱让上帝大大开嘴。主将伊的稳定放伫咱的内底，帮助咱，互咱会当享受伊。我用这张图，这个故事我已经甲恁讲第3摆。这个人叫做John Wesley，约翰卫斯理。这句话是伊最后目睭要刻，最后要死之前，伊甲伊身边的亲人讲：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一生上帝甲我同在。我用这个故事，用这句话来邀请兄弟姊妹，嘛为咱祈祷讲，愿主将伊的幸福放伫咱中间。咱听讲道，毋是要增长知识。咱听讲道是为着要知影，我要怎样会当享受着上帝伊话语中间的甘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读今仔圣经。今仔圣经作底第一句话是旧约上帝和以色列人的话，通过摩西的记载，伊讲恁着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恁的上帝。顶礼拜牧师甲恁讲，犹太人真做上帝的选民偌久？对亚伯拉罕到摩西偌久？500年。因伫这500年中间，只有知影讲一路行来，迄个阮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伊是一个耶和华全能的神。顶礼拜恁来要阁有会记得牧师咧讲到讲，啥那500年伊毋知上帝的名。对雅各问上帝讲：你的名是啥物？一直到摩西上帝才将伊真正的名讲互伊听。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莫名其妙？毋是上帝其实有讲话，虽然无出声，但是雅各伫迄个中间讲：我的上帝伫这个所在，便伊伫，恁会记无？我看到上帝的面。所以上帝虽然无甲伊讲，我叫做耶和华，但是伫伊的内心已经知影讲，这个上帝伊用伊的面看我。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若毋是背后有一个宇宙的历史的掌权者也上帝，靠这简单写一本册，形成这样呢，对头到尾一以贯之，充满上帝伫历史上间伟大作为。原来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会记得，听是一个真严肃的功课，好讲，歹学，要用得很得体，真困难。所以咱才会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无？较亲的夫妇嘛冤家啊，世间真少看到迄个家庭中间翁仔某无冤家。较亲的兄弟姊妹会冤家无？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可惜啦，愈亲的人啊啦，咧处理代志啊啦，愈无分寸，是毋是？所听兄弟姊妹，愈亲的人嘛爱愈有分寸。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帮助我，我要将你放伫我一生中间第一重要的位。上帝，你是永远是我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第二，伫今仔日个圣经，这是金句吼。金句讲，上帝已经教示咱，什么是好。上帝已经教示咱，伊要爱咱知影讲，伫咱一生中间，什么是上重要的、最重要的选择。伊讲，甲你的上帝同行，一生甲上帝同行，这是一生最重要的选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听耶稣的话。耶稣对伊学生约翰所讲的话，毋通将世间甲世间的事
人若疼世间、疼上帝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这是和合本甲白话字的翻译无共款。和合本的圣经是安尼翻讲：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但是白话字的圣经是翻译上帝的疼，就无踮伫伊的内面。所以这句话你若读两本版本，你会有一个疑问讲：是谁爱谁啊？是上帝疼咱吗？还是咱疼上帝？所以无共款的圣经翻译足奇妙，伊会互咱对无共款的角度看到人甲上帝的疼到底是什么。汉字的圣经讲，人若疼世间、疼上帝的心。中文的圣经是人主动爱上帝，但是白话字的圣经讲上帝的疼就无搁再踮伫因内面。伊咧讲的是，当咱的空间若无有上帝存在的时，上帝的疼就无踮伫咱的内底。意就是讲，上帝就没有空间加做咱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上帝讲：是我选你吗？还是你选我？亲爱兄弟姊妹，咱是什么人？是上帝先经咱，伊讲：你是我宝贝的囝儿，你是我宝贝的查某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想讲，听到底是什么？听到底是什么？你若对心理学，你若对一般的行为科学，听你哪像，你就知影讲，有足侪种无共款的层次的听。但是圣经咧讲的，牧师捌跟咱分享讲有4种爱，有无？希腊文内底，一种就是神圣的爱，阿嘎佩；第一种是 eros， 就是情欲的爱，就是夫妻的爱；第三就是亲情的爱；第四就是 philia， 就是友情、亲情、爱情跟上帝的爱。牧师今仔日无要搁重新解说一摆，但是牧师要问恁讲，伫恁的一生中间，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爱？其中希腊文有一种字，牧师会当跟恁分享迄个字。今仔牧师都无甲伊放一摆贴在我的投影片。游戏也能够带给你喜乐，有无？今晚有真多人爱生电动玩具，有无？游戏能够带给人生命的快乐。有真多人疯狂咧抓宝可梦，有无？我听讲有一个牧师后来，迄个牧师甲教会产生问题，因为迄个牧师有3支手机，专门拢咧抓宝可梦的宝贝啦，抓到尾落尾教会张都挡袂牢，就甲牧师讨论这个代志。牧师警察敢若无甲讲，这是我的私生活，你干遮安济要创啥？但是牧师甲恁讲这个话，毋是笑话啦。我要甲咱讲的是，人拢共款。咱伫这世间中间，常常拢用次要的，将咱的生命投注伫次要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游戏足重要。囡仔伫细汉的时阵，若不要游戏，他就没有曾经享受过一种喜乐的生命的流程过程。细汉的游戏就是将来大汉的工作啦。细汉的这个甲囡仔伴咧耍的过程，就是伊将来社会生活的社会能力啦。所以囡仔拢是伫游戏过程中间大汉的，伊才学着细汉的时阵是耍玩具，但是大汉的时阵是耍啥？耍事业，耍有价值的，耍科学，耍研究，耍艺术，耍啥物？耍咱讲的哲学思想。所以兄弟姊妹，咱渐渐咧长大汉的过程，上帝帮助咱，互咱对这个爱的品味长阔高深，对这个爱的品味长阔高深。圣经刚讲尝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无？咱会哪去追求迄个有深度、有价值，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灵魂可长可久的迄种的物件？求天父上帝甲咱祝福，互咱将来拿来捌主那亲，
伫伊的帮助，这是简单分享吼。牧师今仔无要解说一个，牧师甲恁用 C.S. 路易斯伊个希腊语的4种的疼。Agape, Eros, Philia 和 Storge 就是亲情。搁落去的第一个 Ludus， 这个其实就是咧讲游戏的爱啦。搁落去一个叫做 Mania， 这个就是狂喜。狂喜这个字常常用伫人的已经上瘾啦。对某一种代志已经受控制，控制掉的时阵已经太热衷于伫迄个中间。拄则我讲迄个过程讲，一个牧师用3支手机，其实伊的私生活并无人通干涉伊讲，伊不能这样子。但是一个人呐，伊过头用伊的所有的精神拢用伫某一种的代志，不是他真正的也一生中间主要的角色、跟主要的使命、跟主要的任务。伊的生活需要调整，恁有同意无？咱的人生嘛是安尼。酒小可啉咧是好代志，但是酒若啉上济是啥物？是歹代志啊！恁有同意无？讲钱袂使上济，钱上济就亲像人咧啉海水，哪啉哪喙焦。所以古早人讲的话有真侪真特别的话，兄弟姊妹，圣经是要帮助咱会当了解讲，咱无了解的一种的精神的领域、信仰的领域、情绪的领域，做圣神要解说互咱听。愿地要上帝帮助咱一生享受。今仔日牧师用错字的爱，最重要就是要邀请兄弟姊妹，恁家己检讨讲，你在爱的层次上，你在爱的优先次序上，是毋是有什么需要调整？并不是牧师有法能讲恁已经有癖好，还是讲牧师有法能讲你有某种的狂热是不好的？不是，一个 Tim Keller 就是一种牧师。伊的这种的思想，互我忽然才知影讲原来做父母就爱安尼来教囝，毋是甲伊禁止讲你永远袂使拍电脑，你永远袂使耍遐电动玩具，袂使耍迄个线上的游戏。要安怎甲伊诱导，互伊从狂喜的游戏的喜乐，会当慢慢进入更较深的领域。到有一日，这囡仔会发现讲，有一些领域是无止境的。科学的领域、医学的领域、艺术的领域、哲学的领域，人际关系的领域、政治的领域、社会的领域，这个世界是一个无限量的。伫年轻的时阵，咱学的是游戏，但是当咱长大人的时阵，咱是一种的游戏叫做使命、意向、梦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中间，上帝帮助咱。所以Tim Keller的伊的这本册内底，伊讲一句话，伊讲不要爱那一个让你看不见上帝的价值观，不要爱那种敌对上帝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有一种价值观是会让人远离神。咱的青年在外面的社会生活，有的教会因发现，因的青年若出去，后来就渐渐失去做礼拜的习惯。就亲像瞓觉若无训练，放出去安那，瞓觉敢会飞倒倒来？瞓觉会飞倒倒来，是因为长期有这种训练，归属感，这是我的家。所以听弟兄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咧陪咱的囡仔大汉，毋是干那互伊食；咱咧陪咱的囡仔大汉，毋是干那该找名师；咱咧陪咱的囡仔大汉，是陪咱的囡仔来到上帝的面前。互因有一颗爱神的心、敬畏神的心，直到一生年老，嘛袂跋倒，嘛袂改变。恁爱读经典吗？圣经讲，就假使你的囡仔，互伊直到年老，嘛无跋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来学习，咱要怎样将咱的生命中间，今仔日牧师讲两个功课。第一，检视你自己在你生命当中的价值观的优先次序，检讨咱家己伫一生中间咱所追求，伫一生中间你所设定的迄个价值观念，永远将上帝摆伫最重要的地位。这是牧师今仔日的结论。兄弟姊妹，咱若要做基督徒，都要有一个决定，讲上帝永远是我的上帝。
永远是伊说了算，将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上帝绝对不让辜负我们的敬拜。一个会晓把上帝摆在你一生中间重要的地位，上帝会将真心性有价值的人生赏赐给咱。我搁再讲一，我唔是讲搁再讲一解，我讲较清楚的话讲头前，上帝无一定答应咱荣华富贵，上帝无一定答应咱荣华富贵，但是主要说应允咱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跟荣华富贵别上画上等号。所听的姊妹，安尼有了解吗？所以第一，这是一个你的生命之旅的家庭功课。你要为着你家己来问你家己，厘清你伫你生命中间，你心中所爱，你心中所爱，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上帝无否定咱心中可以爱，但是上帝诶，话甲咱讲，我们的爱要有层次，有优先先后的次序。这是今来这 Tim Keller 伊甲咱所分享的话。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人的名恁应该知影伊的名，但是我不用伊老的相片。这个人叫做路易斯，写《纳尼亚》这个小说。其实我听《纳尼亚》这个小说的名作熟啦，啊嘛小可有一寡图片，但是唔知这本册到底在讲啥。哦，啊有一礼拜伊咧读这本册，伊甲我问讲：爸爸，你敢有读过这本册？我讲爸爸没读过这本册。伊讲他的最后的结局很悲伤呢。啊，我讲到底是安怎很悲伤？因为咧讲起人最后，迄个最后的结局。哦，纳尼亚的作者就是这个囡仔。这个囡仔细汉的时阵，伊就有一种的观念。后来，伊将这个观念写出一本册，叫做《荣耀的重量》。这本册咧，做讲写起讲，人伫一生中间所选择的价值观念，最后是一生中间最后被请出来。伊的生命有什么种价值，有什么种的重量？伊写这本册叫做《荣耀的重量》。伊讲我细汉的时阵，亲像一个唔捌代志的囡仔，哦，啊，我就亲像囡仔伫迄个沙坑内底安那。起城堡，底下生下的沙，难道我要一生在海边建这个沙的城堡吗？其实，做细汉的囡仔，伊竟然都有这种的想法。伊讲我细汉的时阵就是这种的情景，但是我既然大汉了后，圣经有甲恁讲什么？箴言不是箴言，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内底，咱通常拢袂去注意到迄句话。爱的真谛的内底有讲一句话：我既然大汉了，就弃杀囡仔的事。你会记迄句话无？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做代志亲像囡仔。但是我既然大汉了后，我就有大汉的一个人的形象。啊，人伊佫讲一句话，伊讲咱不是太强欲望太强烈，而是太愚蠢。咱所追求的物件，常常反而是一个太廉价、太软弱。人唔惊有一个正确的雄心壮志，人上惊的就是伫伊的生中间找无到真正有价值的代志，甲伊生命的方向。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遮尔多的故事，咱该套在我们的身上。咱问咱家己，我敢已经找到我一生中间。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真正有价值，我欢喜要做。今仔日第一个功课，通过祈祷，恁甲上帝的圣神祷告，求圣神帮助我，重新盘点我伫生命中间，我咧做什么，好不好？兄弟姊妹，盘点咱，咱伫一生中间，咱咧做什么？我要甲恁讲，有你们真好。因为牧师除了出一支嘴也要讲道以外，有真多代志我无法度做。但是咱昨足感动，咱去喜乐保医院有万和婚院与本院，牧师足快乐。到那个地方，每一个孩子用笑脸迎我。牧师改成做董事长足搞吼，不是，
我突然觉得说，若无美元，若无伊林，若无浴场，若无咱的教会来这家的兄弟姊妹，因离开礼拜堂以后，走进到喜乐宝院。牧师要安怎有这种机会，能够拥抱青铜，拥抱这些囡仔？亲爱的姊妹，上帝爱咱的生命是有重量、有价值。咱甲上帝祷讲，主我也唔知我会当做啥，但是求你感动我，让我知影我会当做啥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讲，不是最好的，我不要。年轻人爱大胆甲上帝祷，可以的，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甲上帝祷讲，再给我一个机会，主。将错置的爱，我重新将上帝摆在我生命当中第一优先的地位。主，你和我加做一个你所要使用的宝贝。第一个要将上帝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不要摆错了地位。第二个上帝讨，因为耶稣本地就给咱祝福啊。耶稣讲：“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要做。”你会记无？一个就提供你们要做更大的事。牧师嘛捌甲恁讲这句话，我读了怪怪。咱何德何能会当做比耶稣较大的事？耶稣咧讲，迄大是更有价值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改变咱的优先次序。咱的教会存在，不是干那为着咱家己存在，咱的教会存在是为着上帝存在。所以听起来甲古早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们的里面。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个，咱将咱的生命中间，要将上帝摆在一切的价值的第一个优先。那第二个，我要跟咱做分享的，就是归正、盘点，在咱的生命中间，敢有正确的位置。耶稣今仔日的圣经为着咱所记的话，伊讲：我差遣他们入世界，但他们不属于这世界。这一个月来，再看咱的礼拜的主题，拢真连贯，拢真连贯。所以的姊妹，耶稣为着咱祈祷讲，咱伫这个世间是为着要改变这个世间，咱为着这个世间，咱是要咱踮伫这个世间是要真侪耶稣的学生发光来帮助这个世间。踮伫这个世间，不是出家食菜，咱听这个世间的角度无共款啦。因为咱有听上帝的心，所以咱听世间的心无共款。咱若无听上帝的心，咱听世间是一个自私的心，是一个为着要荣华富贵的心。但是咱若听上帝的心伫咱的内底，咱就亲像耶稣。咱几礼拜前牧师甲恁分享，耶稣伊所讲：我为着恁的缘故，家己分别罪性。这句话真重要。伊最重要是表明耶稣有意识到伊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是要做伊的学生的模样。所以耶稣为着伊的学生，家己分别罪性。咱做父母的人爱为着咱的囡仔，家己分别罪性。无人甲咱监督，咱做的任何有关着家庭伦理、婚姻生活，做父母的人，咱是囡仔的分别罪性的模范。今仔有真侪囡仔，因的婚姻有危机感，他们宁可住在一起，但是因对婚姻没有那种甘甜的图像。悲哀。愿天父上帝帮助，有更加侪好的幸福的家庭，有更加侪幸福的典范，有更加侪的模范，会当伫这个时代。让咱的囡仔知影讲，其实婚姻是可以很幸福的。也即如果咱有拄着困难，莫感觉讲你是一个牧师所看轻，还是今仔日提出来讲的对象，不是，绝对不是。我们遇到困难，不一定是咱的责任，我们不要对号入座，但是我们可以脱去这些困难，在咱的将来会当活出来。另外一种的生命的美丽，
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后牧师讲道分享结论，就是对兄弟姊妹会得提醒，爱互上帝做恁一家之主，爱互上帝做恁的家庭的头。兄弟姊妹，这嘛是咱的教会价值观咯。咱的教会就背第一句讲，耶稣神掌权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咱起头咱的教会安尼咧更新的过程顶悬，上帝就将这句话放伫咱的祈祷的中间。所以咱的教会是一个将上帝放伫上帝的地位，不是牧师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圣经说了算，耶稣说了算，上帝他的决定说了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加做一个享受上帝稳定的基督徒，尝到主恩的滋味。到咱年老，到咱最后，咱会当甲咱的囡仔讲：你爸爸一生无怨无悔，你妈妈一生无怨无悔。你们要小心，因为上帝是我们一生幸福的源头。主帮助咱，咱做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我毋是干那听到真侪故事，我嘛毋是干那听到圣经的解说。伫今仔日的礼拜最重要，就是阮对内心有一个新的热情，阮期待阮的生命更较精彩，阮期待阮的生命更较有价值。主帮助阮找到迄个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的方式，是上帝你甲阮量身定做的祝福。主帮助阮的兄弟姊妹，阮无听到迄个负面的圣经的解说，阮所听到的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你会对阮的邀请，以及上帝你伫阮人生中间的应允。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人生中间会当单单来快乐，伫阮的一生中间来昂然讲，阮的上帝将幸福放伫阮的一生。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